的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到新竹，一块来拜访新竹县著名的陶艺家邱建清。提到了邱建清，他对海跟岩石是情有独钟，热爱家乡的作品更是拿下了多项大奖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介绍一下这一位客家之光，当然也要看看邱建清一家3口，因为他们3个人都是艺术家。虫鸣鸟叫，山林环绕，这是陶艺家邱建清的家，取名为小雨滴，就是希望作品也能跟大自然对话。岩石柴烧像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欣赏作品也像徜徉在阳光沙滩中。会有阳明国际的作品，就是因为他爱上垦丁佳乐水的天然风貌。我们柴烧大部分来讲，如果你温度不要烧得太高的话，它会有矿味，就土矿那个矿味。坚持用柴烧，不用电烧，还自己动手盖柴窑。他说，这样的作品才能够纯天然。都是樟木，烧起来的火特别旺。用这些木材，成本增加好几倍。但是柴烧的作品质朴有况味，每一件都独一无二。烧窑的时候，夏天会很热，没有错，而且烧一次都要将近快要50个钟头，也算蛮久的时间了。再热再苦也不怕，这让邱建清成为新竹县4大工艺家之一，得过不少陶艺大奖。而女主人许菊原本是油画家，但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也爱上了陶烧。非主仙女必须要很陶醉的样子。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，特别的是，他们也没忘跟地方产业结合。两夫妻用青瓷陶烧，让在地的东方美人茶更香甜。木材烧出来的这一些器皿呢，可以滤去茶汤里面的不良的这个味道，所以喝出来茶特别好，特别甜。除了邱建清夫妇俩，连儿子都是艺术家。邱大公的二胡全省闻名，不止演奏，还自己制作二胡，延续二胡文化。客家歌谣由他拉起来，格外动听。而他也跟爸妈一样，不忘教导后进，传承技艺。一家3口都是客家之光。二胡的旋律，柴烧的余韵，让杯体出窑时闻上自然的火痕。邱建清仔细凝视，望出属于客庄的佳乐水之美，望穿一段感动时刻。